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阿木。之前上中国历史课，文房四宝真的可以说是门儿清。文玩拜剑还是我头一回听说。为了揭开我心口的问号，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制作文玩拜剑的非遗传承人。Let's go！ 文玩摆件这一块呢，它这个范围比较大，笔墨纸砚以外的一些用品用具，它有一个造型艺术，同时能用，另外它还能作为一个艺术品欣赏。我们这一款呢叫枯木逢春，枯木逢春，对啊，你看树了又枯了哎，另外又一个惊喜哎，又发芽了，对吧？是枯木逢春啊，你看这个是树木是静态的，哎，这个知了呢，人感觉是动态的，是动静结合啊，你看一个小知了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用毛笔，对，不错啊，对我们小木同学猜起来了。对啊，属于对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还是还是跟老师们学习过，就会有一点点了解。对啊，砚台这样加水的这样的一个小，就比较讲究那种。对，你看这样滴水。对，一滴滴水。哎，对，一滴滴下来。我们这雕了一个荷叶，荷叶里面有一个小螃蟹。啊，是，有螃蟹。取它的谐音，和谐。对，对吧？那可以说我做您的水手，您的徒弟。哎呦，很幸运，很幸运。那太荣幸了。开门的大徒弟是外国的友人。那很荣幸，很荣幸。今天我们就是您要教我什么？对。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么一小块黄杨木，这木头啊？知道这木头能干什么吗？我们这就烧火。对，可能在我们一般人眼里，这个一块小木料也就烧火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经过艺术加工，让它变成这样的小东西，是吧？哇，这不是花生吗？像不像花生？是很像啊。对，这就是用黄杨木雕出来的。我这刚以为是真的。对，你看它这个张开了，对吧？是的。我们给它取个好的寓意，叫笑口常开。笑口常开。对。哦，因为我们这个一些小的文房用品用具啊，它都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，对吧？这边有一粒，然后这边有一粒，这样太呆板，稍微清醒一点，对吧？明白。清醒一下。对，这样去它就是稍微好一点。是的。比较像花生米了，是吧？对，有点像。真好，我真棒。好，行，可以，是吧？你看，给它下来了吧？是吧？笑口常开。好，我们再给它细致的雕一下。不错，小伙子悟性挺高。我做的。